到底啲巴士站用嚟做乜嘢？啲巴士都唔入站，直接停馬路，有冇部門可以跟進下？唉，根據呢位師兄所講嘅問題咧，其實好多人都已經有反映過同埋有提及過㗎啦。咁其實我就見到一路以嚟都冇乜人會去正式咁回應呢個問題啦，甚至係好詳細啲咁去解答翻啦，即係點解啦咁樣。因為一個問題，假如長期都有，但係又改善唔到嘅話咧，咁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咁今日咧我就講解一下啦，以一個標準啦，即係公司同埋呢個交局嘅標準啦，同埋咧車長嘅心態啦，各方面去客觀咁樣去講解翻呢件事嘅。咁首先咧唔埋站直接停馬路咧，呢一樣嘢咧我係冇辦法去判斷係究竟係咪專登啦，定係點樣嘅，因為呢樣嘢其實每一個行業啦，一定會有啲好嘅人同一啲唔好嘅人，認真做嘢唔認真做嘢，係咪？自私唔自私都會有嘅，所以呢樣嘢咧我就唔判斷當事人究竟係咪專登先啦。咁我就去分析一下啦，即係我首先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巴士公司同埋咧當局佢俾我哋嘅一個入站嘅標準啦，同埋究竟有啲咩情況下可以唔使入站係 OK 嘅，咁樣俾大家知道一下，咁就清晰一下。首先咧，第一點啦，巴士入站嘅標準咧，大家見到巴士站咧，佢有啲地線咧，好似一啲牙齒咁樣嘅黃色實線嘅，嗰啲咧我哋俗稱叫黃牙線啦，咁樣啦。其實嗰啲線只要巴士入站嘅時候咧，一邊嘅轆完全踩晒入去，咁就已經係為之係一個合規格嘅一個入站㗎啦。咁當然啦，亦都係需要盡量可以埋啲就盡量埋啲嘅，就唔可以阻住馬路嘅車行嘅。咁呢一個係一個標準嘅規定啦。亦佢又唔話規定話一定要兩個轆都入晒去嘅。咁第二點咧，就係當巴士站入邊有障礙物，即係前方後方，假如係有啲電單車、私家車停咗喺度啦，跟住令到你如果埋咗站，即係真係入咗去太入嘅時候，你出嚟會覺得難出嘅。咁呢個時候亦都係唔需要入站嘅。點解咧？因為假如你真係有前車有車擋住咗喺巴士站入邊，你夾硬懟入去嘅時候咧，咁當然啦，你懟入去上落客嘅時候咧，人哋嗰啲私家車、電單車咧係會行得好暢順嘅，唔會阻住後面啊嘛。但係咧出站嘅時候咧，問題就嚟啦，唔係因為自己難出站喎，而係因為咧佢未必出到站喎。佢部車咁長咧，你如果前面有車嘅時候咧，咁佢係咪只能夠係接近扭死軚嘅狀態，即係瘋狂去扭右軚，跟住令到部車可以直接抽頭出去啊？但係呢個情況下咧，對於而家嘅巴士嚟講咧，係非常之危險。當佢已經係非常之貼近嗰個站入晒去，而佢又咁強烈地扭軚嘅話咧，佢嘅車尾咧係會發上行人路嗰度嘅，係會。即係佢會令到咧，有時喺行人邊上等車嘅老人家啦，甚至小朋友啦，跟住有啲行過嘅人啦，狗隻啦，都好容易咧係會受到傷害嘅。咁所以一般都係唔會咁樣做嘅。更何況而家巴士站入邊咧，有啲柱咧都係比較貼近路邊嘅，咁係非常之容易掃到柱。咁你諗下部巴士如果一抽頭出嚟，跟住嗰一刻佢就掃到柱或者傷到人，咁佢當下佢就會即刻打死火燈停喺度，係咪？等警員到場啦，睇下點安排啦，係咪啊？咁但係呢個時候佢已經係阻緊條馬路㗎啦。其實咁樣相對嚟講係阻得更加耐，係咪啊？對比佢只係停喺一個適當嘅位置上落客阻一陣嘅話，係阻得更加耐。咁我相信咧，好多人成日見到巴士唔埋站咧，跟住或者唔夠貼咧，其實都係因為前面有車嘅啫。因為正常如果前面冇車，個巴士站係空曠冇任何障礙物嘅情況下咧，一定會埋站嘅。因為呢個係一個習慣嚟嘅。好老實講係咁當然啦，因為前面有車，跟住巴士又擋住咗後面嗰啲人嘅視線咧，咁後面嗰啲人咧就會覺得做乜有站唔埋啊，塞住晒係咪啊？佢一定係會咁樣嚟誤解嘅。咁呢樣嘢我亦都係明白嘅。咁當然啦，有可能有啲人會直接咁樣原地停喺度啦，都唔出奇嘅。咁呢啲好個別例子啫，我相信，因為我自己喺呢一行做咗幾年啦，其實我兩間公司都做過，咁其實我就係極少部分會見到呢啲咁嘅車長。其實
我甚至我都未見過，因為我係一個做定位嘅車長嚟嘅，好多唔同嘅路線啊，好多嘅人我都接觸過。其實大家基本上有得買一定會買嘅，因為點解呢？保障自己，因為啲乘客上落車係會安全好多。你諗下佢如果停得咁開，萬一有啲電單車攝入嚟，咁點算？係咪好危險啊？其實係搞着自己嘅啫，呢樣嘢係。咁我揾咗一啲圖啦，上網咁以下呢啲圖咧嘅巴士站咧，其實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咧。其實都並唔係太適合太過貼近個站入邊，因為見到咧有啲柱啊，有啲障礙物咧，其實如果你太過貼近去咧，你走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掃到，會揩嘢，咁會造成更加大量嘅一個交通阻塞嘅係。咁除咗呢一啲嘢以外咧，其實澳門咧有好多嘅巴士站咧，佢嘅設計咧都係仲係非常之落後嘅。咁大家會見到有一啲巴士站啦，嗱，好似咁樣，佢索性其實就直接係喺一條馬路入邊，突然之間就多咗個巴士站，根本都冇一啲屈入去嘅位啦。咁你巴士可能就係一路直行緊，就突然之間要停㗎啦。咁呢啲其實都好危險啊，跟住亦都冇一個比較完善嘅規劃嘅，我自己覺得。跟住另外有一啲咧，就係有啲巴士站咧係非常之細，對比而家啲咁大部嘅車咧，巴士真係越出越大部啦，係咪？9米幾啊，11米幾啊，12米啊咁樣，甚至連嗰啲拖頭長度嘅車都出埋嚟，係咪啊？咁你嗰啲車咧，其實入去呢一啲巴士站咧，基本上已經唔適合㗎啦。因為呢啲巴士站講真，以前嘅細巴啦，我哋嘅講嘅叫咩 Rosa 仔啦，跟住一啲細嘅電車啦，咁其實入去係冇問題嘅。但係你一啲咁長嘅巴士咧，係唔能夠話入到咁埋嘅，因為係非常之容易咧會掃到嗰個柱啊，同埋咧會傷害到啲行人。就算佢貼到埋晒都好啦，其實都係會擋到好大部分嘅馬路。根本上可能有啲細啲嘅車行到啦，但係你可能大霸王啊，有啲七人車其實都已經行唔到㗎啦，係。所以呢啲情況下咧，與其咁樣，有啲師兄就會直接合規格咁樣咧，就踩晒條線入到去，等啲乘客安全上落客就嗱臨走啦，就唔搞咁多嘢啦，會，亦都係保障翻個安全嘅，即係。咁講咁多咧，其實你話係咪維護一啲翻自己同事咧？其實我自己又覺得並唔係嘅，但係就係因為有啲嘢，我覺得係應該係要俾大家去清晰知道下，因為其實巴士咧而家喺澳門入邊嘅嗰個地位咧，即係唔好講地位，應該係佢嘅係非常之融入大家嘅生活入邊㗎啦，係咪啊？因為佢嘅路線亦都非常之多啦，亦都非常之方便啦，大家經常會接觸到，跟住自己揸車嘅，因為澳門地方細啦，又會經常俾佢影響到。所以我覺得大家咁嬲咧，可能好多時係因為冇一個理解。但係當如果你去理解咗呢件事，能夠做到呢個換位思考嘅情況下咧，你又未必可能會咁嬲呢樣嘢，甚至可能未必會咁去針對一啲巴士車長，係咪？咁澳門咧，其實講真，你話佢呢啲嘢完唔完善咧，即係好老實講啦，即係我覺得一般般嘅，即係好多嘢講真，真係拖好耐，亦都冇人去改去做，甚至可能咧佢想改善得更加好啦，咁可能佢需要好多嘅程序，係咪啊？部門太多，你要執行上嚟咧好難，甚至有可能會影響到某啲利益咁樣。咁我哋作為普通市民咧，咁就其實只能夠係盡量地去大家互相配合嘅啫，係咪啊？你讓下我讓下你，咁其實冇咩過唔去嘅。咁係啊，大家就咁啦。咁我睇下如果有人再有啲咩問題，我都會抽個時間咁去再同大家講解下嘅。好啦，咁我都返到公司啊，今日開得比較早，做頭車。咁我哋再見啦，各位，拜拜。